来看高雄车头这地下停车场，过年进前启用了后，因为伤过空旷，这动线含指标拢无够十层，常常互民众是找无路，甚至对这车站大厅唔知要安怎行去停车场。这位民众手边楼梯边啊带指示牌，虽然有字有方向，不过伊也是查无停车场到底爱对倒位去。新的高雄火车头地下停车场因为伤空旷，指示牌做了无够，不管是赛车也是骑车，民众定定找无出入口。就算是车停好，要去车头的大厅嘛，看无路要对倒位行。尤其伊的奥多拜甲汽车的停车场是隔开的，若是坐唔到电梯，就会像这两个查甫囡仔共款，爱下过栏杆才找有车。无论车头外口也是内底，逐工拢有民众找无路的情形。停车场是等地下室无唔对，但是你机车都唔知影要去倒，唔知要往哪里走，唔知要放到伊嘛无指标讲，你机车可以放在哪边呐？我们只有觉得空间大而已，然后指引的方向都没有很清楚，然后也没有特别看到一些可能站务或者是一些人，对车站的人可以做询问这样。因为伤侪人在反映，这站啊代替市府也改善。记者实际来到现场看，无论外口也是大厅，拢有增加袂少指示牌。高雄市议员张凤友表示，经过因实际会勘，包括停车场的指示，民众对检票口出来引导，拢会搁再加强。将去机车停车场隔开的铁栏杆也改造亲像公园迄款，方便轮椅出入的入口。那为什么会走到一条路的尽头呢？就是因为你看不到明确的标志，你只能往这些未知的路口去试试看，碰碰运气。那所以这次的会勘呢，就希望说可以改善整个车站里面的识别跟引导系统。因为车头也有真侪所在也未完工，短时间内敢若会当增加简单的指示牌。有民众建议，不如比较便宜，地图较过线，无共方向用无共色水，安尼较好找路。记者柯家族柯昭勇高雄采访报道。